進入到星期六有CBC 第一台。去邊度玩好啊？喂！我真係好歡迎之後啦！諗起去澳門，梗係喺尖沙咀搭深渡輪澳門啊！想要將來成就更高，當然要俾佢最好嘅培養。美方雅培明白寶寶嘅需要，所以唯一我哋有 IQ 配方，佢混合多種重要嘅營養成分，而且 IQ 因家店 DHA 含量最高，我學嘢叻啲，快啲，將來嘅成就可能有佢咁高。寶寶出色過人，媽咪梗識揀美方雅培 IQ 配方。我哋仲含有專利嘅優先含量甜湯，有助增強寶寶免疫力。骨骼分為兩層，堅固嘅外層，較脆弱嘅骨骼內層。內需群，而家安怡高鈣奶粉加有納米鈣，納米鈣。喵喵。從內至外統血骨骼，你今日就真係咁強壯嗎？納米鈣新配方嚟自安怡高鈣奶粉。喺發展嘅無限食物，你會發揮舒緩人生，專業嘅醫藥治理藥物資源，帶領學員做不同國家，包括群山環抱嘅瑞典、思源之國芬蘭、英國、加拿大、紐西蘭、澳洲等，令家長安心之餘，亦令子女增廣見聞，體驗中國文化。子女遊學簡介會願意接受登記，查詢熱線21350222。New A 滿場飛，五月江山旅遊大